我叫鄭樂兒，今年6歲。爸爸媽媽返工都好忙，冇咁多時間陪我，但我都好愛佢哋嘅。我要跨區工作，交通時間亦都好長，返到屋企想共聚天倫時間亦都好少，但係我哋一家人嘅關係一樣係咁好，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大家互相有諒解同埋溝通。其實一家人一齊已經好開心㗎啦，就算係講下個故事，小朋友都已經好滿足㗎啦。東涌區入邊有一個設備完善嘅圖書館，當中兒童圖書嘅館藏非常之豐富。我哋希望喺區裏邊咧推廣閱讀嘅風氣，使到街坊咧善用我哋嘅資源。如果有心人嘅協助，幫助家長提升佢嘅親子閱讀技巧，效果一定比較理想嘅。迪士尼咧就最叻講故事㗎啦，而我哋嘅迪士尼義工隊亦都好樂意將佢哋嘅專長發揮喺我哋嘅社區服務嗰方面㗎噃。我哋成日都會去到社區啦，為小朋友搞一啲嘅故事分享會啦，又或者係為家長做一啲示範等等。其實我哋都好多謝故事家庭樂呢一個計劃，將我哋串連埋一齊嘅。東涌約有人口9萬，主要由核心家庭組成，需要出區工作嘅家長共同面對緊優質親子時間不足嘅問題。因為咁，我哋運用社會資本嘅理念，聚集咗區裏面嘅持份者，各盡所能，創造咗故事家庭樂呢個平台。